书房的人员，请咱三个来祈祷好不好？来，今日住的人，来，请祈祷。请直播兄。我哋天下巴菲，现时我哋干部，我现在去阮刚刚各一届里面前事，阮留住伊个人，我有伫阮每一位同工，阮的服师，阮的所服师要互你献互你来使用，互你互阮的服师诚侪
我的心啊，你着学老摇花。我一生要学老摇互我，摇我地时，要唱歌学老我的上帝。这是请敬拜团互咱来学老。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开心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我用诗歌来敬拜他。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诗人这样子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现在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当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快乐，他所赐的喜乐与满足。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常常喜乐，向主高歌。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道路如何，高山或低谷，主的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忍候，主若是有应许，流泪洒中的欢呼颂歌，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放下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这是我的力量，这是我的高台，此地有土地，有耶稣陪伴，那永不离开。常常喜乐，无数的祷告。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不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应许，流泪洒中的欢呼颂歌，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放下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你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此地有土地，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放下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你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此地有土地，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我们当常常喜乐，因为神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他为我们预备洁净的道路，他有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我们用第二首的诗歌来敬拜，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所爱的。我们愿神藏在我们的里面，紧紧的拥抱我们，与我们同在。愿永远坚定的爱，我们用永远坚定的爱来靠近他。第二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将爱紧紧的拥抱我们，你要使我们苏醒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愿成为你的居所，我们要爱你，我们要坚定的与你同在。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
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咱齐声来读，新的改变。你着一心一性一意，领主你的上帝，这个代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说，你着领主意亲像家己，这两条代是全我甲圣体的总论后，我用心的爱用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若袂当你三听，恁若三听，这人袂叫人知你是我的目神。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有姓诗的第15篇，咱三，我来启来，请大家来念。上帝是阮高闪的所在甲快乐，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野涌，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无摇动。异邦哗哗好，列国摇动。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万伊互交战线，到伫地极。斩断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这是请咱三甲来祈祷。大权的上帝，听阮的阿爸爸，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搁一届伫你的面前如实敬拜，领受对你来的供养。除外阮的大省认阮的罪，最罪是阮有骄傲，有软弱，无互主来引带，直到阮的服侍工作，甲主的关系，甲人的关系有阻断。求主赦免阮，帮助阮的心活转伫你，随时呼叫主的名，求你欢喜的面看阮，掌权伫阮的软弱甲困境，也使阮能力，阮的服侍通得到你的欢喜。阮恳求圣神运行伫教会，加添教会有疼、有和好，甲较无主的火热。阮的社区班、各团体、小组的聚会，以及所要进行的事工甲训练，求主带领，互教会诚做有主的荣耀去引人的所在。教会部分硬体所要进行的整修、圣诞节活动的备办，求主赐福，互阮服侍同工有够额的快乐，坚固阮手所做的工。阮继续为着阮所想到的兄弟的病痛甲软弱，恳求主的怜悯甲医治，引带因行过流目屎的山谷。你的话诚做因心内即时的帮助。阮有兄弟工作有压力，劳苦背重担，恳求主使因够额的智慧、快乐甲稳定来克服困难，照你好的旨意保守因平安。阮也有着即个土地，求主你的名运行伫各行各业，互社会通照主的业理来运行，互压迫、欺骗甲不法的事得到规正。
主赏赐各行各业的领导者有上天的智慧，有公义甲疼土地的心。阮也为着中国祈祷，求你帮助因的领导者，为着因土地甲百姓的利益来导护，用公义、诚实甲四周围的国家和平行起。今早起感谢你，又搁一届赐福因带长老，借着伊来透讲你的启示，恳求圣神做感动的工。阮的心受提醒，体会你的心意，领受快乐。感谢主，这是阮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恁请谢华队带咱来，为咱来，带咱来学乐，求主听我的祈祷。
准我的祈祷，伫我所行的路，甲我伫地迄个，下面咱写传着了有咱种稻，伊的题目是伫约第二拄着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这声音很整齐，洪亮啊。你别给你都得寻，在伯特利遇到神。你接着会看到伯特利眼镜、伯特利诊所、伯特利教会、伯特利是一种让我们觉得很窝心的一个地方。伯特利是遇见神的地方，在伯特利遇见神，你我都会经历到。在没有讲到之前，不要讲一件事情。1980年，中间教会成立，陈继续长老来跟郑长老租我们现在无偿，那时候是无偿租这间的教会。1982年，我北上来念书，我爸爸给我1年的时间，考不上司法官就回家，然后我就来到这个教会，没有人知道我在念书。1983年，我考上司法官。然后到1985，我2年的训练。1986年，我到马祖当庭长，我在这个教会5年。没有人知道我是已经去当法官，已经到马祖当庭长，然后突然看到蔡英文不见了。隔了很久，我来当监察委员，我又回来了。第一次在中兴教会，然后回来又在中兴教会。我为什么这一次的题目用在伯特利遇见神？雅各第一次看到神是在路斯，以后改名成伯特利。他在正害怕的时候，也在伯特利遇见神。就像我又回来到中兴教会，这么经过了好几十个教会，我讲好几十个没有夸大哈，一个教会大概都2年3年，没有牧师，有牧师我就离开。可等到我中兴教会之后，我突然觉得心安定了下来，因为这段时间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这辈子有生以来是这6年给我一个最大的苦楚，等着上大的苦痛。我夹桂香，阮2个，那以前8万的人，我会感觉讲，这2个才老啊遐紧，整个人整个衰落，整个都苍老下来。那给我们人生很大的打击。可是我没有回到伯特利，我每次到中兴教会来，为什么每个礼拜到中兴教会，就看到我们的家人，每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都笑脸迎着我们。阮当年的吼，我若看到阮当年的足欢喜，阮当年即摆减一个吼，阮2个嘛足欢喜。每次看到阮咧缘投的，就会觉得说我们这个教会就是我的家人。你再大的痛苦，再不能忍受的事情，遇见神，这些东西都解决掉。那么在伯特利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以扫跟雅各的故事。以撒跟雅各这2个是双胞胎，那个要生产的时候哦，雅各就抓着以扫的脚，可是那个产婆哦，看谁以前都这样，谁头先伸出来，脚先伸出来。手先伸出来就跟他绑个红线，这是老大，因为双胞胎嘛，一定要老大、老2、老3啊。雅各生出来，他很不甘心呢，他抓着他的哥哥的脚，问题是他哥哥先出来，以扫先出来。那么圣经里面不管旧约、新约，尤其马拉基书里面跟我说，耶和华说：“我爱雅各，恶以扫。”为什么呢？上帝爱雅各啊，却讨厌以扫。那么我们如果看看，如果你知道以扫的故事，你会觉得说，这不可思议吧？以扫，那哪知道以扫？你看他的个性是什么？他们2个是双胞胎啊。然后雅各是什么？被妈妈宠坏，一天到晚在利百加的旁边，然后讲吼，那个小囝是被宠坏的小孩，一天到晚在妈妈旁边这样绕来绕去，塞奶妈妈。然后呢，聪明不聪明？他很聪明哎。我们其实不叫聪明，我们称为小聪明。然后他狡猾不狡猾？很狡猾。他为了得长子名分的话，用红豆汤骗他哥哥。
然后为了让他得到他以撒他爸爸的祝福，还去穿，照利百加跟他建议去穿兽皮耶，让人觉得都是毛，因为以扫全身都是毛，那一个是干干净净、白白嫩嫩的，善于算计。他懦弱不懦弱？他懦弱啊！他得到这样子名分以后，以扫说：“我要杀死你！我爸爸死掉以后，我一定杀死你。”然后他就跑了，走了，然后一天到晚抱怨：“上帝呀、我得到这样子名分，结果就要逃路。”雅各是我们不喜欢的嘞，雅各是我们觉得雅各这太懦弱了啦，耍技巧，小聪明哎。可是我们看到刚才的我们的那个启示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是雅各的上帝，上帝就配那雅各哎。那我们看到以扫啦，以扫是什么？憨厚、雍容大度，人讲粗线条的，哇，一天到晚就打猎啊，打猎以后就给他爸爸啊吃山珍海味，哇，每天打猎啊，然后打猎打得好热，然后他弟弟就煮了红豆汤来，哥哥啊，你好热啊，哦，好口渴呢，红豆汤给我好吗？可以呀、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要长子的名分上给我，我要做大囝啦。长子名分上给我，你哥哥说那有什么关系？爸爸让给你也没关系啊，只有我红豆汤喝就好啊。红豆汤，然后我蒸了，章子你要你就拿去，你要做章子哦，那你就拿去。总统袂使，给那个国语，我要做章子，要你就拿去。而且他蛮独立的，伊不是住妈妈的身躯边，住奶奶。他一个人啊，在山野里面跑，打野兽啊，生活什么都很独立。这两个人看到这里，你觉得以扫比较好，还是雅各比较好？不要这样讲话，用人的角度来讲，以扫比较好嘛，对不对？憨厚，不计较，粗线条，也不会跟人家争啊，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不是很好吗？那以扫呢？他会耍小聪明，耍小技巧。在职场里面，你们最怕什么？最怕这种耍小技巧的。你们都喜欢那种什么大啦啦的，一就一，二就二，不服气就骂。他喜欢你就说非常喜欢，而不是眼睛那个嘴笑着，然后说笑里藏刀，背后是算计。哎，用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喜欢以扫，不喜欢雅各嘛，对不对？应该正常的嘛。可是我们看到神的拣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的拣选，你说岂有此理？不是谁接受我来教会的，神拣选你来教会，他透过某某人的手拣选你来教会，你们都是蒙福的人呢，因为神拣选你来教会，你们是蒙福的人。就像我一直觉得我来中文教会是蒙福。我以前都是3年以后就等教会成长以后，就会请他们赶快去聘牧，让我在中立教会1年待1年，1年待1年之后，我慢慢觉得说，会不会像有一天，那像约翰在华摩海岛，在主后死后90年到95年间，他在华摩海岛，然后之后就会放回来到以弗所教会，他奉养的耶稣的母亲，但是那时候耶稣母亲已经过世了，在隔个5年100岁。过世。照历史的记载，那个不是正典的不是正式的记载。约翰最后是被抬上以弗所的讲堂里面讲道之后就过世。其实可能有点夸大了。然后我经常在跟我太太开玩笑说，有一天如果你们把我抬到讲台里面讲道完之后，我就走了，多美的一件事情啊！多美好的一件事情，神的拣选啊！在罗马书9章11到13节，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建议姐来帮我们念念看？因为我的声音实在太难听了。罗马书第9章11节到13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乃在乎召人的主。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个
上所记是什么？马拉基书啊，刚才我们看的是经啊。马拉基书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以我们看，连那个保罗先生都说，双子还没生下来，就是这以扫跟雅各还没生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拣选了，说大的以扫要服侍小的，小的是我所喜欢的。哦，如果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想一件事情，那上帝既然老早就拣选了，那上帝老早就拣选我，那我是不是这样拣选我？我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说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啊，上帝就拣选你啊，没有拣选我啊，那我要奋斗吗？所以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仔细把全码都看。上帝的拣选跟人的努力没有冲突诶，因为我所看到，在上帝面前，因为雅各认为上帝的约是很重要，长子名分很重要，他持守那个约，他抓住那个约，所以雅各的名字就要抓住，从出生就抓住，他永远一辈子都在抓住东西耶。他看到是上帝的旨意，他就抓住了。我们经常没有抓住呢，就像用做礼拜就好。我们连做礼拜有时候都抓不住，一个礼拜一天几个小时你都抓不住。为什么？我们经常认为那不重要，所以以扫也认为这个不重要。我每天打猎吃喝玩乐，我在山林里面奔跑，我多自由多快乐，快乐的过一生。不像雅各要汲汲营营，我要得到长子名分，要想的好多，动了好多的脑筋。所以相对的，我们就说，在上帝的面前不重要吧，一切都命定，是这样吗？不见得哦。我们来看看，上帝啊，对善恶还是看得非常的重。如果上帝对善与恶不是看得很重的话，今天亚当不会被逐出伊甸乐园。因为对上帝对善恶的选择，你看，因为人类作恶太多，挪亚40天的大雨灭了整个的世界，只有挪亚一家生存，刚好一家8口，所以我们写到中国那个船子就是8口1舟，所以相对的上帝的选择，所以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有他的计划，可是上帝有他的拣选，他拣选雅各，可是相对的他也是在训练雅各，因为他知道雅各是忠于上帝，所以他会耍很多的技巧。可是雅各对上帝信仰的心没有改变。那以扫呢？以扫是顾那个情欲呀、血气呀、顾家己呀、顾肉体欢喜、顾伊的欢喜尔，所以上帝无欢喜。所以这两个没有冲突啊。上帝的拣选跟你的善恶没有冲突哦。你不要以为说，哎，既然我都上帝拣选了，那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得救一辈子得救了，我已经领洗了，我已经得救啊，我这世人我无问题。我上帝还要我们持续的越来越亲近他，越来越像他。那么上帝看重的是什么？以扫代表是一个属于肉体、属于血气的生命。以扫所代表的只看眼前的世界，就像说你在官场久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只要一个处长，我在讲所有的政府机关好了，不管我们检察院啊，所有的政府机关，只要一个科长、一个处长出缺的话，就有一大堆人来拜托，哎，你们跟院长讲一下，这个缺给我。公务员要升一个职等不容易耶，11职等要升12职等不容易耶，12职等升13职等不容易耶。这个缺，你们看到劳动部那个谢依荣事件，哇，他们不出了处长，横行霸道不得了，好大的官哦。所以每次他们在讲好大的官，我笑一笑。11职等我都当10几年了，在我面前都不要讲什么大官。它相对的，互相会竞争哎，在事实上，血系统互相会竞争哎。今天我们人想你在台大，你会发现在台大连当个主任啊，大家竞争的好厉害。台大要当院长啊，那个院长啊，跟，这个不是在这里讲，你院长你们的学的院长本来有一些竞争啊，有一些竞争，但院长都很多人在竞争哎。所以相对的，我觉得我们中心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觉得非常的窝心。我们选长老哦，都是这样，能算我还能算我。所以上个礼拜我们选举，我一直拉票都没有选我。我
我跟叶江长老，我们两个拉了老半天，我们两个得到流票。相对的，我们教会选出来是服侍，你有服侍的心呐、这个才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相对的雅各，他看重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经常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到雅各了，是雅各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很追求他的子父，他知道跟上帝立约，上帝的约最重要哎，上帝会祝福长子，所以他要争取长子的名分。他看重的是上帝的约，所以他纵然是以后出生，可是双胞胎，他还是要抓住他长子的名分。但是别忘记哈，利用一些技巧，雅各有没有付出代价？雅各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你虽然得到长子的祝福，那是你的后代得到祝福，可是他自己本身遇到很大的挫折。所以雅各跟以扫最大区别是对上帝应许的态度跟追求。请记住啊，他们最大的差别在哪边？一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很憨厚，不是表面的，他真的是比较憨厚。可是他忘记信仰的追求，信仰是最重要的。你的生命中最需要的是信仰。生命中上重要是你的信仰。佮甲你讲一句上白，但对你的个别时阵，咱讲就啥话，你死了要去倒位？其实我足欣赏但对你的。听讲伊交互爸爸，有来家己都讲，上帝啊，你若感觉讲哦，时间到啊，无你快紧甲带去咧。通常我们都是说，上帝啊，你要救他，你要救他。听伊讲啦，我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天说家属里面很多说，上帝能够让他安详的到你那里去，没有手术，没有给他特别的治疗，就让他安稳过。哎，这幸福哎！你们可能讲说蔡崇义怎么讲，这是幸福，这是幸福嘞。你们成家人不管你们接受不接受，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哎，安详的过世。所以那天8月20号我们在这边做那个纪念感恩礼拜的时候，你们不是在讲吗？我就想说看看阿嬷，阿祖阿嬷这个样子，他无上帝你更加抓紧啊。这个你会觉得说这个是多美的。有一天，如果我的儿子女儿能够跟我祷告，上帝啊，我爸爸现在已经躺下去了，上帝你赶快把他接走吧。感谢主，真是感谢主。有一天我在讲到啪倒下去送医院，那走了，感谢主。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们世上有很多的不完美，我在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我在想说神啊，我这么认真服侍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神啊，你在哪里呀？有时候半夜哭到整个枕头都湿掉。可第二天，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神的恩典乃一世之久，诗篇30篇这样告诉我。神的恩典乃是一世之久，所以我们看到以扫的后代，虽然以扫的后代是绝大部分说族长就做王，那是短暂的。以扫就是什么？就是以东啊。有的人有一部分变成跟阿玛利人、亚玛利人两个结合在一起。以东现在没有以东族，已经没有以东族了。以东族跟阿拉伯族其实是混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看到整个的历史脉络看来，以扫刚开始的是很风光，因为他不计较，上帝也答应他要祝福他。可是他的后代慢慢的，因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会造成我们什么？开始奸淫掳掠，开始做一些坏事，开始做一些肉体情欲的事情，所以他的后代慢慢变坏。这进入迦南地，上帝跟约书亚说，把以东人都剿灭。以东人慢慢在这个社会上就等于消失掉。可是雅各呢？他等他取名以色列，以色列国慢慢在壮大。当然现在有因为以色列跟那个巴勒斯坦国的事情，跟加沙走廊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没有讨论政治，可是我们看得出，上帝真的是特别爱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他是上帝的选民。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认为说以色列人到现在还不承认耶稣，那以色列人不会得救。可是别忘记哦，全世界对信仰最虔诚的是犹太人呢。从小就教他们背旧约摩西5经哎，他们信仰是根植于对耶和华最
以色列虽然遭纳粹党几乎把它灭族，可是它复国，复国之后一个小国，六日战争，你看太阳战争那个六日战争多厉害。所以我们相对的雅各的服饰什么服务？他的服饰祝福他跟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么一直传承下来。他们两个还有共同特色哦。亚伯拉罕，但是亚伯兰所离开那个地方是哪里？就是伯特利。他在伯特利里面离开，上帝应允他有一天他们回来得到祝福。所以上帝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相对的，雅各的后裔有没有得福？有。雅各有没有得福？这辈子过得很惨呢，活了130岁，每天也睡不安宁呢，每天都在紧张中呢。然后等到老年的时候，也为他的儿子约瑟的事情也很痛苦哎。所以雅各的经历里面经历什么？他骗取他长子名分，骗到手了，然后做什么事情？赶快逃走。他什么叫逃走？害怕的逃走呢？他逃走不是逃走得很愉快，然后他之后逃到他舅父那里，伊阿姑啦。以前可能对这无观念哦，只敢若少人咧饲伊阿姑因查某囝的吼，现在好像渐渐好像比较少哦。因阿姑因查某囝，他看到那个拉结，哇，因阿姑因查某囝是比班杰拉结，他的那个老大哦，长得比较不漂亮，然后长得好漂亮，哇，我喜欢老二，就跟阿姑讲，啊无以后吼，那个老二嫁给我好吗？伊阿公可以啊，你要先帮我牧羊啊，牧羊以后，饲咧，讲好来，我查某囝嫁你，咱三斤迄就讲哈大个，啊，就带着含，啊，就搁罔带，讲不要紧，你若要搁带二个吼，你搁继续甲我斗饲鱼，搁较饲咧，啊，二才嫁，啊嫁了，然后他也骗啊，也骗他岳父啊，骗来骗去啊，然后又有一大批羊群，他就准备要回去跟他哥哥道歉。然后相对的，他也被他儿子欺骗了，有没有？等他长大以后，他生了10个儿子啊，其中那2个儿子是他所喜欢的，尤其他最喜欢约瑟。约瑟说：“啊，以后上帝会特别祝福我。”哇，他哥哥就很嫉妒，然后就把他下在坑里面，最后把他卖到埃及，然后回去骗他爸爸，拿着财说：“爸爸，都被那个约瑟被人吃死掉了，约瑟被人夹死呀、啊！你看好可怜的妈妈痛苦啊！上帝怎么这样对待我？”其实想一想吼，雅各也不公平呢吼。12个囡仔，谁会特别疼一个2个？爸母上惊这样代志啦，偏偏疼什么人？啊，可是吼，相对的，我小时候也会啊。我爸爸妈妈所有的资源都给我大哥啊，因为我大哥以后要念神学院，我大哥是从小都还以前没有测验题，还帮他出考做测验题呢。我爸爸是老师，还帮他出测验题耶。啊，我没关系啊，因为我是小时候脑膜炎，只要能够毕业就好，只要无差伤济就好，所以我小时候的好处是可以一直玩。上帝是很公平的，你觉得父母非常的爱你，特别宠爱你的，长得不见得好呢。在座的如果有姐妹的话哦，我不知道哎。你看我们新人现在坐在这里呀、可是我们当初那个在乡下的土鸡啊，已经跑去英国了。是谁比较我不知道哎，但新人最起码可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耶。但相对的，他被儿子欺骗，他的经历里面，所以他到130岁过世之前，他跟爸爸玩脚。那时候他的儿子还在当宰相，后来非常欣赏他，上过花来玩脚。我说你看，我在世上日子130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就不及我列祖在世聚集的年日。亚伯拉都比我好，以撒也比我好，我一辈子过得这么苦，我一辈子没有一天好过。真的雅各，如果你想想看，雅各这一辈子真的没有过一天好。虽然他真的长子名分，可是他逃跑了，逃亡了，他做了好多的事情。那来再看我们那伯特利对雅各的意义，来，我们先来读1节圣经。创世纪28章13到22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
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对，我们看到雅各啊，他逃跑了，然后看到之后到半夜没办法睡觉，古时候人很厉害哦，也不必盖棉被哦，看到一块石头就拿那个石头当枕头，就垫在那边睡觉。睡觉的时候就突然做梦，看到天打开，有上帝的使者，他们说天使在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突然上帝在上面声音说：“雅各雅各我会祝福你以后你会出去，你会回到这个地方啊，你会得到上帝我的祝福，你的后裔会得到我的祝福所以那个地方叫路斯，他就改名叫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门呐、上帝的殿。他说上帝的殿在这里然后他有一点忘掉了，他又开始继续他的流浪生活，跑去他舅舅那里嘛，得到庇护嘛。然后我们在这里所看到是什么？之后他就在那里看到利亚跟拉结，利亚是大姐，拉结是他所喜欢的。他去帮他舅舅养羊啊。你若不讲替我饲羊啊，你若甲我饲了好哦，我大查某囝，我第二查某囝你上喜欢的哦，嫁予你。这样不公平啊！我是老二哦，上帝好像都对老二好像比较好哦，老二好像都会，你们不要不公平啊！我是老二，我都觉得上帝对老二特别好。然后那最起码我的感觉啦，上帝对老二特别好，所以我大哥经常跟我讲，你定定嘛讲上帝拢较疼你的，我讲无你的骨头要怎讲嘛不要紧，这上帝不然就较疼你的啊。雅各很喜欢拉结，结果呢，他的舅父还骗他，舅舅还骗他，先老大嫁给他，然后不得已娶了，而且，所以奇怪，你纵然不喜欢老大，可是你生4个小孩，老二才生几个？才生2个，所以他到底是比较疼我的还是他是真的是比较疼老二拉结，可是拉结生2个小孩，所以相对的之后他想说他家数已经大了，他要回去跟以扫道歉，他要回到他本来所居住的地方，然后他有小心机他永远在算计。他说我如果回去的话会得到报复呢，那怎么办？就分成2班，这一班先走，来第2班先走，利亚带1班，拉结带1班，大家走，2班走了，剩下他一个人在亚伯渡口。那相对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万一以扫来报复我，第1班把我杀掉，第2班可以赶快跑嘛。最起码我还留1半的人，那我自己留在最后是什么？我怕，我做个善后的工作，很害怕见到他哥哥，但是我骗他哥哥，我骗我哥哥，我很怕。所以雅各一辈子都在恐怖过日子啊，所以他把它分成2队，在亚伯渡口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在那边睡觉。他在想说，这2队先过河了，那没问题，安全的，最起码可以保存1队。若1队被以扫追杀，还有1队，我最起码我的家人还有剩1半。那我自己，万一他们来杀我，没关系，只叫我一个人。可是我还是很怕，他很怕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有人来跟他摔跤啊。雅各是很会抓住的人，一直抓住他，一直摔跤，然后抓住他，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摔跤赢了，他要走，那个天使要走，雅各就把他抓着说：“你不能走，你要给我祝福。”有没有给他祝福？有啊，他真的给他祝福，然后在他的大腿摸一下，他就跛脚。再告诉我们一件
靠人，也许以为你赢了，可是神一个动作，你就全盘皆输了。你不要以为什么都是你赢了，我跟神，所以雅各改成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你跟神战斗，你都赢了，真的赢了吗？没有，那是字面的意思。其实他是输了。神随便这么一摸，试着随便这一摸，脚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行再厉害的人，只要神这么脚一摸就赢了。但是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他又回到伯特利，他又回到这伯特利来的地方，他过去之后，他又想说啊，上帝就叫我回去那个地方，在那里帮我做个祭坛，烛坛、祭坛，从挪亚出方舟以后，做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就烛坛啊。亚伯拉罕要离开，做什么事情？烛坛啊。以撒有没有烛坛？有烛坛啊。以撒、雅各都有烛坛。然后之后到约书亚啦，之后最后一个烛坛是祭奠。什么叫烛坛？他们最起码做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都说大卫之约，上次我们有讲过大卫之约。为什么叫大卫之约？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里面，上帝是最重要，所以大卫要盖宫殿。他说不要，我不要盖宫殿，我要先盖圣殿，上帝所居住的地方。上帝说你不够资格盖，可是因为你的心与我领的，所以我跟你立一个约，叫做大卫之约，我也祝福你很多。上次我们就讲过，所以上帝看人的心意耶。当初他拣选大卫的时候，讲过一件什么事情？上帝不像人看人了，上帝看什么？看内心呢，不是看你的外表。所以，比如说看到第3节，我们在伯特利遇见神是有什么意义呢？创世纪35章1到3节，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撒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人中的一切，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这么美的一句话，上帝跟他讲起来，上帝跟你们讲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等你安静下来，等你心很痛苦的时候，等你觉得说怎么会在我身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上帝这公平吗？上帝你到底在哪里呀？上帝会跟你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为我筑坛。起来，上伯特利去，起来，700个字，起来，700个字，回到起初的那个地方。小亚细亚，当时保罗传教，在第3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设其实10间教会了，那个启示录写的是7间教会。第1间教会是什么？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如果你到土耳其，你会看到以弗所那个地方，土耳其那个小乡镇还用它的名字 X。你到以弗所去那个地方，你会看到那个柱子都还在，可见那时候教会多大。以弗所去教会多大？可是为什么灭亡呢？以弗所经过7个陵墓在牧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在那边有3年的时间，专门在教导圣徒圣经教导圣徒什么是神的话，教导圣徒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个地方是多好的一个地方信徒是非常兴盛的地方，甚至保罗在那边传道的时候，把以弗所本来他们祭拜的女神，甚至他们祭拜的那些外邦神，慢慢的都去除掉，整个风气在改变，引起以弗所很大的暴动。以弗所当初是商业的一个中心可是以弗所代兴旺，一直兴旺到最后，现在只剩下断垣残壁你知道土耳其是回教国家，它不是典型那种回教国家，就回教国家你是不是就是回教徒？只要你背叛的话，那就出事情。
是土耳其没有禁止宗教，可是土耳其有99%都是回教徒，基督徒不到1%啊。为什么？慢慢的，他们互相争执，慢慢的，圣经所讲的是什么？启示录第6章第7节这样给我们讲的是什么？你丧失了起初的爱，你已经失去原起头的天，你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啊！各位要想想，弟兄姐妹，你们想想看，你们当初怎么会来聚会？你们当初怎么会来到众生教会？你们当时信主的动机是什么？得到利益，得到名声，多久？120年，好不好？你们要知道，你们来这里是可以得到永生，可以得救。你们起初你来敬拜上帝很单纯，我就是来敬拜上帝。后面的这些报酬是上帝会给你，可是你不是为了这些上帝会给你的这些福分，你来敬拜上帝，而是你很单纯敬拜上帝，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我就敬拜你上帝。所以相对的，在伯特利的寓意，最深的意义就是你到起初的。当你孤单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就像那个雅各孤单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半夜起来，你想想看，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么凄凉？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时候？我一辈子这么奋斗，结果呢？我一辈子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不侍奉你，结果呢？上帝这样不公平吧？无公平啦！我偏别人搁较拼，啊是我才输伊。我都偏别人较拼，啊啥个这无公平的代志拢我先。你会埋怨，人总会埋怨吧？可是当你醒过来，你遇到这些，就像雅各一生不观财嘛，弄去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嘛，为了得到当时名分，一辈子，他说到130岁，跟着法老王就说：“我一辈子啊，又少又苦啊。”是，可是上帝有没有祝福他后代？有啊。他这一辈子都要独自面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要独自面对很多的困难险阻。你会觉得说，那我一辈子怎么去面对？真的，你一辈子要面对。第二个，要像雅各一样抓住神呐、认出神呐、你说不是随便抓嘛？你要知道他是真神，知道之后就怎么样？紧紧抓住，紧紧抓住。我们来做礼拜是要亲近神，你要紧紧抓住。圣灵充满着在你们中间，抚慰着你们心灵，你有没有紧紧抓住？你告诉自己，你自己回想看看，你有没有紧紧抓住？圣灵在跟你讲话哦，现在就在跟你讲话哦。你有没有让圣灵进入你的心呢？有没有让圣灵充满着你？当你遇到这些困难险阻，当你遇到这些不公平，当你遇到不正义，当你遇到什么你在方面很多的时候，你有发觉到，其实上帝就在你旁边呢。耶稣告诉你不要紧张，不要怕苦难，我可以担当世界一切的苦难。圣灵告诉我，我会听你祷告，我会安慰你，我会跟你同在。所以雅各所看重的是圣福生的，最后是雅各到以色列，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你跟神较力，你虽然赢了，那是表面呐、你觉得靠自己努力可以得到赢神，连神都赢了，你好厉害哦！真的吗？好厉害哦！真的吗？我好厉害哦，我什么都行，真的吗？上帝随便就，天使随便就摸一摸你脚就切脚，你有什么好厉害？就像那个财务说，你看我这么多的仓库啊，哇，我好有钱，我还有钱。那你说戆人啊，你不管你偌济钱啊，我银行调你的性命去，啊，就拢再见，全部变成遗产，搁互遐个囡仔毁累，一捆啊就冤家。你看留下很多财产的，连棺材都没办法下葬，在我们当法院里面好多这种例子，越有钱的那个棺材哦，埋进土里越慢。阳明山现在还有一具棺材，有空你们自己去看，自己去找，那已经换很久了。已经这样我算起来，应该6、7、4年有了，还在阳明山。
儿子也快死光了，那个还在阳明山下不了葬。我去台南的时候是毫无理后雨率，停10年了，还在那边争。我谢谢我爸爸，一点财产都没有留给我。我不知道城区区樟脑有没有留很多财产，真的是拜托了，不要留多了。我谢谢我爸爸干，没有财产，我们都不会吵架，我们家庭都非常的和好。所以多重要的一句话，起来，上伯特利去，弟兄姐妹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起来，上伯特利去，起来，上伯特利去。你有听上帝的话吗？而且这么重要的回应，他不是起来而已耶，他不是只上伯特利耶，你看他自己耶，他把外邦的神呢，以前在那个地方是很多敬拜一大堆神呢，他全部都拒绝掉。然后更重要，他还什么？把衣服都换掉，因为有一些沾染血线，有些不洁的，他全部都换掉，用全新的面貌跟上帝在一起。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跟各位讲这个人潘玉玲，目前还在新竹马偕医院小儿科。各位听过没有？啊？人家你都听过嘛？那个周长一定很熟嘛，对不对？你跟他爸爸应该很熟嘛，对不对？他还在龙岩当长老吧？还是退休了？没有。你知道不？我记得他爸爸是龙岩教的长老，我跟他不认识啊，我只看他的记载。那有人说他作秀等等的，可是我觉得一个人肯到非洲去，肯到川里小学为他们挖井，为他们那个筹备小学，我觉得我就值得感佩。那么他本来是那个台大的那个生命科学系。他念到大四的时候，大家都准备考研，大家都听到就准备考研究所。他考研究所的时候，他突然到大四那边，他去医院实习，看到很多生老病死，看到他只要帮助一个人，那个人就很感激他。他觉得说，这是多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可以帮助别人。那他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不去考研究所？我是不是应该念医学系的？然后大家都笑，他说不要了。那有一个人念到大四以后重考，去考医学系。我说你像我们的赖总统，他念的是学后医学系，也就是念了4年以后再去念医学系的，那就时间可以缩短。他说不要重考，他重考上高雄医学，所以你知道他大学念了几年吗？11年。他那谁，所以他在那边的时候，他在看到《连家恩传》的时候，他突然心里有所感触，说真的有一个人愿意抛下一切到西非吗？那个连家恩做一个爱在西非，他真的会到这种地方吗？福音的种子放在心里滋长，福音的种子在他心里滋长，慢慢的，他就有一天，他就到教会去。人家就带他到教会，他到教会之前，他就帮我做一个梦，因为去参加，他准备去参加整个的他去念医学院的时候，大四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叫做医疗团，那医疗团你可以填志愿，他去填国际的志工，他要到那个印度去，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他突然在做梦，他梦中梦到一个小孩子在那边恳求，跪在说：“小孩子，我希望有一本书让我。”所有的人都很快乐的书，然后看到小孩子祷告，他也是跟着祷告。上帝啊，上帝，你如果是上帝的话，你给他一本能够快乐的书。他说天哪，掉下一本书，掉下来，快找到他，他就醒过来。有这种事情啊，然后他就参加医疗团。那医疗团的时候，他去医疗团，突然他去医疗团，在医疗团的中间有一个姐妹，就跟他讲说，他就讲这个故事给他们听。他说我做梦就梦到这个样子，通常梦很清楚的话很多是神的异梦。那个姐妹说，那本很快乐的书一定是圣经。真的吗？是圣经。那个姐妹就拿一本圣经给他，中文翻译的，说你这中文翻译圣经又送了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都叫爱神人得到益处。你就勇敢的去非洲吧。所以他就到非洲去。他在替代役就学连家恩到非洲去，到那边之后，他就自愿的到非洲的首都，叫做整个的本身到非洲的首都，去到那边就医。
竟然被做医疗的行为。虽然他已经回来台湾，在新竹马偕医院，他口才非常好。他说我可以做的就是我将我的口才显现出来，告诉人家非洲很需要你们帮助。他在非洲做了很多的木马。我今天拿他的故事出来，我不是特别要表彰他，为了神的工作牺牲的人很多，但是上帝的祝福在他们身上。最后结果我来说，起来，回到上伯特利去，起来，上伯特利去。1985年我来中间教会，然后现在我又回到中间教会。雅各当时在伯特利的时候，只是把那个名字命名为伯特利。雅各的第一座堂是在世界，第二座堂来到，这一次在那个跟天使角力的时候，上帝叫他起来上伯特利去助坛。现在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上伯特利去助坛。你这辈子，我保证你这辈子绝对不可能轻松如意的过，因为那不是上帝的旨意。你说今天蔡长老总讲到好像在骂我们。如果你们今天来信主，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主以后就无灾无痛无病无难到公心，不是基督教给你的行为，也没有给你这种承诺，就给你的承诺是上帝是你永远的依靠。起来，你上伯特利去，回到那起初上帝跟你同在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起来到伯特利去，因为上帝你跟我们同在。我们遭受了很多的苦难，我们有很多的折磨，我们心里很不平，但是我们知道，神你永远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去寻找你，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的帮助。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所有的真好的勉励，阮即时来回应上帝话，咱来吟圣诗159首，主将我心内无惊惊自在，请咱一起来吟全首。你的
济，只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圣诗第391首，尤其请咱山主来为咱祝福。跟上帝永远的在一起。我们的主要所祈祷稳定，祈求上帝听从，圣体相通完全演出到夫妻，甲恁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福子。阿门。香港轮值，请有人员值班，特别提醒就是下周咱迄个厨房吼是请迄个三马团契的同工来厨房。咱本日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是进度是以西结书第9章到14章。第二点，咱顶礼拜临时会有选出2位信义人的长老甲5位信义人的执事吼，名单咱会当家己看吼。再来，咱下晡2点有敬拜团的训练，欢迎有兴，就是对敬拜团有兴趣的嘛，拢会当来参加。再来。咱下周后礼拜日妇女团契要邀请邱长老吼，邱水林长老为咱分享个人资金的好管家，抗风
乐的时间，咱会当继续为着王彩云姐祈祷，啊为着王秀英姐妹伊中风的复健后续复健，啊个陈文雄执事伊的心脏手术术后的恢复，当然这些请蔡场热有咱来。是，咱先咱今仔有两位新朋友吼，我先来介绍。第一位严若航姐妹吼是祖林的朋友啦，欢迎。上礼拜就有来了，然后另外一位刘大成弟兄吼，欢迎他们，他是晋升执事的朋友。那我就是会后我们可以再和他们多交流。安尼，这是咱先请叶长老为咱就是小组的分享的医生跟师傅的部分。林启公叫我来分享的吼，其实以西结书哈，现在讲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从耶利米开始哈，耶利米就讲说犹大国快要灭亡了，没有人听他，没有人听他，还把他抓去关在那个枯井里面。后来耶利米以后哈，接着但以理，那个时候但以理就已经被抓到巴比伦去了，但以理被抓去那个王宫里面了，一直到巴比伦帝国灭亡，他都在那边。后来波斯帝国起来的时候，他也在那边了。但以理以后呢，第二次巴比伦在入侵的时候，就把以西结抓去了。以西结抓去的时候，以西结在那边，在抓去的这些人的当中当先知啊，当先知。当先知的时候，就在那边讲说哈，再来还有一次啊，你们再不悔改的时候，还有一次哈，这个在这一次的时候会把整个国家都灭亡。结果人家把它当笑话，所以历代志哈，历代志怎么讲呢？历代志说哈，因为我差先知去跟他们讲，他们藐视他的话语讥笑他，不听他，所以神说哦，要把这个国家灭亡。以西结就是一直在传讲这一些的，所以以西结讲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西结他就看到非常多的异象哦，那个异象有看到什么？看到那个轮子哈，也有轮子哈，就是整个用刚好垂直的两个轮子这样的轮子哈，有那个有兵啊哈，就是那个天使啊，那个在那一边，那个他说行走的时候怎么行走？说人怎么他怎么想就怎么走。有的时候我在想哦，是不是像现在那个 AI 一样他想怎么样那个机械就跟着这样走。他看到这样的时候，神呢就叫他们说，你从当中拿一块木炭出来，把它丢在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的人全部都烧掉。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非常会害怕。那个他跟那个以西结怎么讲呢？说以西结，你去传讲，传讲什么？传讲说，当巴比伦再一次攻进来的时候老年人少年人、妇女、婴儿全部要
把他杀掉。以西结讲，他们有这么坏吗？这个以色列人这么坏吗？神说有，他们就是这么坏。所以他说后来还有会留下一些人，留下一些人怎么样？他说留下一些人目的是怎么样？让他们去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巴比伦原来被抓去巴比伦这些人看到他们这些人的时候，就说啊，这些人真的行恶到神会用这么大的一个管教在他们身上。所以那个以西结后来是这样讲，后来真的过了不久的时候，在西底家王的时候呢，西底家王的时候就被巴比伦把他灭掉了，整个灭掉，杀死了非常多的人。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这个就是神跟他讲的刚刚那个蔡长老讲的，人的意思跟神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人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一看到那个亚述把那个以色列灭完了，他们怎么想？亚述的神比我们强要拜我们的神，我们拜那么久，耶和华神，结果我们被人家灭亡了，所以我们不如来拜亚述的神再来，巴比伦第一次入侵的时候，他们也讲说，巴比伦这国家的神比咱较强，无咱会怕输了，所以就改拜巴比伦的神。所以神说：“你们离弃了我了，你们离弃了我。”所以神就这样管教。这是以西结书里面一直在强调。所以以西结书里面都讲了一句话常常讲，出现是什么？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其实没有错啦，耶和华神的时候，就是你离弃的时候，他就管教。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他讲说他不抛弃他们，会把他们再召集回来。所以以赛亚书他怎么讲？他说：“我会如鹰把他们召集回来，回到以色列去应许的地方。召集了多久？召集到现在还在召他们回来了。所以前几年有从那个印度回去了，前年还有从那个大陆回去了，在荷兰那边荷兰那边有一个挑金教的，刚刚讲说摸了那个大腿的时候，他就跛脚了嘛，所以以后以色列人就不吃那个大腿那个筋了。所以荷兰那一边有一个说挑筋教把一筋给它挑掉也叫，结果他们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很多守逾越节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以西结的时候，其实那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当时一边是埃及，上方这一边呢是巴比伦。巴比伦要打埃及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以色列；埃及要攻打巴比伦的时候，要经过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做不花心了。所以你那个耶西亚王的时候，当耶西亚王的时候，他看到说，那个以色列要去攻，那个埃及要去攻打那个巴比伦的时候，耶西亚王跟巴比伦比较好他就说你不要去了，他就出去要跟他打。那个法老王跟他讲说嘛，和你无关系你出来要创结果就被打死了。后来就埃及就立了他的儿子当王，结果巴比伦一来又把他儿子废掉，把他抓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去的时候，埃及又立了那个又重新把那个巴比伦立了王，又把他废掉了。这样废来废去的最后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以赛亚说不是依靠埃及埃及是坐着不动的拉哈伯，一步加大步啦袂叮当也不要依靠巴比伦，要依靠神其实这个以西结其实一直在讲的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其实那个审判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地方里面非常多的那个意象，就看到那天象的一些事情所以那个牛顿就是花莲那个地心引力那个牛顿就非常喜欢以西结书因为说那里面实在是跟但以理跟那个启示录，然后这三本书是他最喜欢的。我讲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后来那个尼布甲尼撒把那个耶路撒冷毁掉的时候，那种残酷的情况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因为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经常会把人抓去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只有那个罗马才这样
个时候非常残酷的，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是最后神还是呼吁说那个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一定要回归到神的怀抱里面，神就会跟他们同在，一定会让他们重新再复兴起来，这个是以上临时被抓上来我的分享。那个对不起，今天特别耽误各位一些时间难得，我们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各位长老们到彩云姐的旁边好不好？我每一次在看我的 Facebook， 老早以前就看到彩云姐生龙活虎的跟我们在一起。那今天彩云姐对我来做礼拜，彩云姐对我来做礼拜。那每次看到她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我们在圣殿中间，我们所有的人，长老李明清围在她旁边摸着她的身体，所有的人，我们来为彩云姐祷告。我相信上帝会行大能在他们身上。我们先全部静默下来，为彩云姐祷告。谢谢，我伫你面前，我真感谢你。我若看到彩云姐，逐礼拜伫遮做礼拜时阵，我毋甘。这方面我嘛欢喜，伊甲我送到做伙。但我毋甘，我看到伊以前真正甲我送到做伙，快乐的时阵的笑容，做空个班长看顾伫彩云节，阮众人伫你面前是圣殿特别对你的恳求。主你知，我伫你圣殿的恳求是上帝手所阮上大的亏待。做个班长伫彩云节，互彩云节早时清醒，互伊当起来。目睭看阮，嘴讲哈利路亚，道路一声。做困给你看过你彩云节的心情，也办在你彩云节，互伊上帝稳定加送到地底，心内充满着平安的喜乐。做起来照顾伫行彩云节，做咧照顾彩云节的人，全身体健康，心灵得上帝你的照顾，完全照顾，伊是阮的肢体，是阮所疼的肢体，是阮上亲爱的姊妹。主恳求你，将你的稳定祝福伫伊的心中，可以早一日得到上帝你的医治，再得到好。阮来祈祷，奉主所记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即个大哥是非常伤伊的已经爱装4支支架，结果即马装一支专利支，搁听讲还搁3支那即阵也安静为着非常伤来祷告，因为他的那个血液还是塞住，血管塞住，好不好？那即阵先下头安静来祈祷。所以我人特别为着非常兄弟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做你知。伊的血管无畅顺，进装一支的支架。主我毋甘伊的身躯受着苦难。主我相信伊人祈祷的力量是大的，主阮伫圣殿中间做声来向你祈祷。主看你看过你非常伤的顶悬，互伊得到上帝你的赐福，互你血管得到通。上帝你帮助伊，接落即个医疗，主你家送到地底，也小出医疗团队有足够嘅智慧。上帝手术看顾伊，互伊当完全就好。做佢嘅人民看顾班长是非常上顶悬。阮今仔真欢喜，阮心内遐尼智慧伫你面前撒到调，阮做伙敬拜主，做伙稳定家撒到地底，互因真正咧憔悴咧永远我永生的盼望。主求你跟他们同在，让他们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的得救本乎恩，在乎信。主求你，我相信上帝，你是阮我们的主宰。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那现在请圣乐队来帮我唱祝福的歌，我们就。